高处，数算你恩典。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比繁星还多。我经过低谷，思想你心事，无论何时恩典够用，能力扶庇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脸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清晨夜晚向你呼吁，你用厚恩待我，心事无止境。清晨夜晚向你呼吁，你用厚恩待我，心事无止境。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脸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扬脸，你扬脸赐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唱今天的回应诗，你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辨，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火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那我们一起预备心，进行等一下的敬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也谢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一起齐聚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开口，用敬拜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哈利路亚！
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全心将一切赞美、荣耀都献给上帝。在你宝座前有一条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条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
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爱你，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定义要爱我们；在我们还不明白所受的苦难的意义，你就给我们信心。不论再艰难，只要依靠你，就能继续往前进。每一天，我们都要数算你的恩典，在你的创造中看见那无法被取代的旨意。当忙碌的生活让我喘不过气，请帮助我依然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在混乱的世界中看见你不改变的爱和恩典作为。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时时刻刻都走在你的道路上，坚定而且不偏移。孩子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们来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今天主日，愿上帝的灵跟我们在一起，愿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然后，虽然暂时也没有牧者，但是我们祈求圣灵引导，赐给我们一个好的牧者来好的牧者来复兴这个泸州教会。我们也为了一些年长的兄姐们来祷告，愿他们的身体平安，能够平安的身体健壮，来到上帝的国度，来到上帝的殿堂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翻开圣经，圣经是雅歌书第2章8到9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窜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上，我们现在正道有那个叶元牧师来正道，他的正道题目是奔向天父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哇，我看你们有蛮多人，你们从第一堂就到现在，一直来在这里服侍，感谢主，感谢主。我常常说，如果一篇道它值得听第一次，就值得听第二次。我也特别为你们祷告，在当中无论是第几次，你来听到这篇道，都可以从当中来得着领受。那在一开始，我习惯对外服侍的时候介绍几位美好的人。在右边这一位是我大儿子，他的名字叫叶石。那他的名字很像是英文的 yes， 那时是时间的时，意思是说在上帝认为对的时间说 yes。中间这一位是小雨，夜雨，那下雨的雨。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很拖拖拉拉的个性，就是出门的时候如果太慢。那其实以前我们在雾社住了10年，天气其实瞬息万变，因此如果出门太慢，很可能就是要出门的时候就下雨了。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干脆我们不要出门了，全家在家里。因此夜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下雨的时候全家都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争吵，就是师母要不要回台北读音乐，然后我继续留在雾社服侍。后来小雨的出生让我们觉得，神正在提醒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要去哪里，都要全家在一起。下雨的时候全家都要在一起。左边这位是叶盼，他的名字的盼是盼望的盼，意思是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许多的应许，但并不是立刻实现。有一些应许，我们相信神必成就，但现在还没实现的时候，我们忍耐，存着盼望来等候，存着盼望来等候。叶石出生的时候，叶雨出生的时候，叶盼出生的时候，都不是很顺利，因为他们是早产儿，立刻插管，因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进入保温箱。我的太太在生叶石的时候，全身细菌感染，高烧不退。医院给他后线抗生素，他还是没有办法退烧，直到今天，他还是会常常莫名的高烧，而且他不能吃任何的止痛药，对任何止痛药都过敏，也因此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限制。
叶宇出生的时候，师母得到产后忧郁症，我开车要载她去淡水马街看孩子，结果她在高速行驶的车上，她要开车门跳车，还好我抓住她。叶潘出生的时候，师母在生他的前一天脑中风，伤到后头的枕叶，以至于他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眼睛没办法看见。只不过，如果我们坚守神的呼召，上帝会特别给你恩典，让你可以持续下去。或许在我们当中，你也是这样来经历，以至于现在你会坐在这边，因为你相信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的恩典。叶盼出生的时候，师母眼睛看不见，而这礼拜我们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从高雄我开车一直到苗栗，我们要到泸州来，但是到苗栗的时候，我发现我整套的西装跟牧师服全部忘记带。那这2天就是想办法，于是我跟我的弟弟借了这一件黑色衬衫，然后师母在这边缝了两个束紧的地方，然后买了一个卡拉，这样充当牧师服。我很感谢神的，就是原本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上帝的医治使他竟然可以做这么精细的动作来缝上这一个让卡拉可以撑住的地方。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在这边；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他。偶尔我们会想，如果谁能够来服侍我们，如果谁能够更有恩膏，如果谁更有影响力，对教会有更大、更美的带领就好。但是其实谁都是软弱的，只有我们上帝的恩典够用，上帝的恩典够用。我的孩子出生不是在非常优渥的家庭，也不是有非常好的条件，因此我常常需要对他们说正确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会告诉他们许多的谎言，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以至于我做的这个原味叫醒沉吟倾听的粉丝专页，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是叫醒？因为它的意思不是觉醒，它的意思是一觉醒来的意思。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沉吟倾听，我听上帝说话，上帝也听我说话。这个粉丝专页的第3个部分，我特别喜欢，是每一天我会写一段话给我的孩子。我刚刚说，我不希望他们被世界影响，而是能够从信仰里面来得着真理。昨天晚上我写给我的孩子的这一段爱之语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看得到荧幕的话，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属耶稣的孩子啊，预备，来。一直爱着你的爸爸。我希望我的孩子知道，如果在他的同侪当中他是特别的，那么不要觉得受威胁。有时候孩子会想要学别人或者是模仿别人，但是如果你是独特的，才有办法为世界带来转变啊！而我们被上帝呼召要来转变世界，阿们。不晓得你同不同意这一个说法？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很独特，那么你是天父放在这个世界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聚集，欢迎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打开我们的心，感觉到你。这是你的时候，这是你的地方，这是属于你的百姓。我们欢迎你说话，也赐给我们力量，照你的话去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奔向天父的爱。箴言19章22节英文版的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渴望的不是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资源、
或是更好的机会、地位，并不是，而是永恒不变的爱。人心渴望的爱，不是那种交换条件式的，就是我要表现得非常好，你会爱我，不是这样，是无条件的爱。人心渴望的是，当我有一天我犯错的时候，你会告诉我我是被原谅的，而且我没有失去这一份无条件的爱。当人们走不下去的时候，常常是因为不觉得被爱，而不是他们发现他们没有资源、没有能力、不够有智慧、不够有才华。常常是因为他不觉得被爱了。我能够在这里继续的服侍，我能够成为牧师，我能够继续的照顾孩子，我能够成为上帝要我成为的样子，是因为我还觉得我是被爱的。每一次靠着爱，我们得胜有余。得胜者协会训练许多的老师进入校园，他们对这些老师的第一堂训练是告诉他们什么是得胜。得胜的意思是胜过问题与挑战，胜过问题与挑战。弟兄姐妹，你有问题与挑战吗？如果有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如果靠着爱，我们可以胜过问题与挑战。只不过，如果我们要从人的身上获得爱，这个爱常常是变质的，也常常不够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会说，我们知道如何爱，如何被爱，那么铁定是因为我们从神的身上学到了一些爱的方式，以及体会到一些爱的方式。因此，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关于天父的爱是以什么样的样貌来临到我们身上。第一，天父的慈爱使他会为我们的罪忧伤。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预备，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个是旧有的和合本的版本。耶和华就后悔，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遗憾，觉得非常遗憾。弟兄姐妹，如果你遗憾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可能会这样。而不是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觉得遗憾，而且他心里忧伤。这个忧伤在原文是被动式，意思是说他被伤害，觉得被伤害。偶尔小时候我会觉得天父是不是很爱生气？如果我犯错，他是不是会对我发怒？只不过创世纪6章5到6节这里提醒我们的是，天父更深的情绪是被伤害，是遗憾，而不是生气。偶尔你也发现一些人，他非常的愤怒，但其实他骨子里是忧伤。当你看到一个人，或甚至是你自己非常愤怒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发觉里头有深层的悲伤呢？如果有深层的悲伤，上帝的安慰正为你预备，这是第一个。上帝用他的忧伤表明他的爱。第二，天父的慈爱使他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一样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段经文说，如果神每一天都要做一件事，那么那一件事情不是喝杯咖啡，或是像我一样吃一颗止痛药，不是。上帝如果天天要做一件事，那么那一件事叫做背负我们重担。而且请注意，我在这一个底线的部分没有画上重担，我画的是天天背负我们。因为我正在思考，上帝到底是对我的担子有兴趣，还是对我整个人有兴趣？上帝如果对我的担子有兴趣而已，那么他会拿起我的书包，然后就说，快一点，快一点，快就是紧的快。他对这个担子很有兴趣，对人没有兴趣。但我的孩子帮助我体会，天父对我的担子跟我这个人通通有兴趣。我的大儿子叶子，他开始上学的时候读中班，跟他的妹妹不一样。他最小的妹妹，大班、中班、小班、幼幼班就去读了。
一点都不会怎么样。但是大儿子不一样，他有亚斯伯格，很不容易适应新的人、新的环境。到中班的时候才总算要去学校读书，哇哦，他的书包好大，他的书包让我看不见他的屁股。如果我对他的担子有兴趣，我会提起他的书包，进来了，进来了。大儿子叶时非常不能适应，所以第一学期他每天上学都哭，每天上学都哭，对我们家庭造成极大的困扰。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大班再去上课啊。第一学期每一天都哭，我就告诉他说：“叶时，如果有一天上学你没有哭的话，爸爸背你进教室。”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雾社，然后开7.5公里的车到清境国小，学校规定车子要停在篮球场，然后有200公尺的上坡进教室。我跟他说：“叶时，如果哪一天你没有哭，上学没有哭，爸爸背你进教室。”到了中班的下学期，有一天，他竟然没有哭。我怀疑他是不是忘记要哭了。他没有哭以后，我说：“哇哦，叶时，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你记得你有什么奖品吗？”他说。于是他知道意思，我就背着他一步一步200公尺，从篮球场进到山上的教室。当我背着他的时候，心里面很感谢，哇，今天他成长了，他没有哭。只不过迎面而来有一些家长，他们，哎呦，小小人哦，你长那么大了，还要我爸爸给你背哦。我很有礼貌的人，我的表情没有改变，只不过我心里面有出现4个字。干你屁事！因为那一天是我的孩子很大的成长，很大的突破，而这一个家长他并不明白。偶尔天父认识你，他知道你在人生的哪一个光景中，他正在看见你，即使有一点点小小的成长，也满足他的心。只不过这世上的人不一定能够给你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不要听人的评价，要听天父对你的评价。听天父对你的评价。这段经文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对你的担子有兴趣，也对你整个人有兴趣。”第3，天父的慈爱使他愿意怀抱着我们。这一段经文由我来读，大家一起来聆听。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你头发白了，那么还要抱抱，还要抱抱。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有人说：“你长大了，长大了，你不用再抱抱了。”我在路上常常看见这样的情况，就是爸爸妈妈抱着比较小的那一个，然后有一个可能是他的哥哥，然后他也没有很大，那大概这么高。这个哥哥，我好累，我脚好酸，我要抱抱。然后爸爸妈妈抱那个小的，你已经长大了，不用抱抱了。我要抱抱，以前都抱过你了，知道吗？以前小时候也抱过你，只不过小时候抱过，已经忘记了，已经忘记了。天父并不是说你长大了不用抱抱，而是说有一天你年老发白，还是要抱抱，还是要抱抱。我对我的大儿子比较严格，有时候他犯错，我教导他，好像没有办法用教导来符合那个情况。我跟他说：“你知道错了吗？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你还有什么话说？”他说4个字，不是干你屁事。
他说：“爸爸，抱抱，爸爸，抱抱。”我常年在各教会来训练敬拜赞美。我跟主领说：“你不要说把手举起来这样子，你可以说我们来高举主，大家会举起来。你可以说我们来歌颂神。”而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会说：“我们一起说爸爸抱抱。”我们一起说爸爸抱抱，是我的儿子教我的，不要那么严厉。天父喜欢抱着我们，这是第3点。第4，天父的慈爱使他像母亲一样安慰我们。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预备，来，你们要。你们要从中享受。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享受什么？是要享受什么？后来去查原文才发现，原来享受的意思是吸吮，吸奶的意思，吸吮。那我就想啊，我没有特权，不像母亲一样可以亲喂，可以喂奶，但至少可以使用奶瓶。当我用奶瓶来喂奶的时候，我并不是拿着奶瓶远远的给他喝。我把他抱着很近，我让他喝，而且我闻他头的味道，觉得非常怀念那个味道，喜欢那个味道。人家说臭奶味有什么好闻的？不，我孩子的味道，非常的让我没有办法忘怀。常常是这样，天父也喜欢你的味道。圣经说，当我们接受的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基督的香气。天父喜欢你的味道，而别人不一定。他说：“嘿，臭奶味，他们不认得你，但天父知道你。”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照样安慰你们。照怎样呢？他说：“不只是抱抱，还要摇弄在膝上。”我第3个孩子很会哭啊，台语叫做嗨嗨餐。很会哭啊！当他哭的时候，小时候也是这样子，他哭，我们就放在膝盖上抖他，他就，他就开始笑，我们也开始笑。其实天父喜欢你笑，而且当你笑的时候，可能你也感受到天上有天父的微笑，天父用笑脸帮助我们，阿们。第5，天父的慈爱使他喜欢亲近我们。我们也一起念以赛亚书30章18节，好，预备，来。这段经文说，耶和华正在等，而且等到的时候必然兴起。兴起在原文非常简单，就是站起来。站起来的意思，意思是说天父在等他的儿女回家，而他等到的时候，他会站起来。小时候我们一群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去教会，我们礼拜6从上午就去教会，然后到半夜才回家；礼拜天也是上午去教会，然后到半夜才回家。常常我跟我的伙伴，并不是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很顺利，我们有时候要套好招。爸爸妈妈应该睡了，我们现在可以打开钥匙进去。只不过可能钥匙打开进去，打开灯，发现原来爸爸妈妈并没有睡觉，坐在客厅等啊。咱要等来啊吼，几点啊？咱要这阵这是你的厝啊吼，咱我是恁老爸啊吼。这样，然后就说你毛花款款的，去带教会好啦。以前我当青少年辅导，我每个礼拜都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要被赶出来去带教会。你毛花款款的，去带教会好啦。结果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的同学，他现在真的毛花款款去带教会，因为他当牧师了。上帝不是这样。天父
看见我们回来，他等我们回家，然后他站起身来欢迎我们。这段经文有一个让我纠结的，就是在第2行的后面，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他是公平的神。我常常想，哪里有公平啊？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含呼吸器，但别人的孩子含金汤匙，哪里有公平？我们住的房子不一样，我们的资源不一样，我们智慧不一样，我们体能不一样。但是当我读到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所理解的公平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因为雅各书正在说，不要以外貌取人，不要说这个人穿得很体面，你就让他坐在很好的位置，然后那一个人穿得很贫穷，你就给他随便坐。不，因为上帝不偏待人。雅各书所理解的公平是，无论你贫穷或者是富足，上帝一样爱。无论你健康或者是虚弱，上帝一样爱；无论你聪明或者是愚拙，上帝一样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觉得对现况满意或不满意，记得天父的爱从来没有失去过。天父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失去过。我有3个孩子之后，我才理解什么叫做公平。因为有一天，我默想公平这一个词的时候，出现这3个孩子的影像，而那个时候我感受魔鬼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要带走一个，我自己挑，那么我可以挑出来吗？魔鬼要带走这3个人，我自己挑，那么我会挑谁？后来我发现，我选不出来。虽然我对这3个孩子的教养有不同的方式，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期望也不同，但是什么是公平？就是我不能够容许这3个的任何一个堕落在黑暗里，不能容许。而这就是所谓的公平，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天父眼中是可以被牺牲掉，也因此，我就想到一个从小很小根植在我记忆里面很深的印象。小时候我们曾经全家一起去中正纪念堂玩，那现在它已经不是那么热门的景点，但以前是，都是周末都要塞车去的。大塞车以后，对我而言，那个是我大概5、6岁的时候，到了中正纪念堂，哇，中正纪念堂好大哦，那个主堂好高。塞车好不容易到那边，大家都尿急。大家下车的时候，我爸爸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去尿尿，男生那边、女生那边，尿完以后在这里集合。”大家一哄而散，非常急。当我完成了我的小便以后，突然，中正纪念堂怎么那么大？每一个都像我爸要我去集合的地方，是这边吗？是这边吗？我找不到那个集合的地方，我就开始哭了。我爸爸不见了，我妈妈不见了。台湾最美的风景，人看到一个孩子走丢了在哭，他就说：“小朋友，不要担心，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叫做服务台，那里可以找到你的爸爸妈妈。”叶元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叶元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到服务台来，你的孩子在这里等你。我一直流眼泪，突然看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好像是我爸，他就这样一直看，最后看到我。看到我以后，他朝着我奔过来，打我一巴掌，叫你妈别走哦！你到底集合啊？后来，在我是青少年的时候，我爸是教会的长老，他在教会的华语礼拜讲这个信息，然后他举了这个例子，我听到了以后非常的讶异。我第一个讶异是，他竟然记得。
我以为这只是我自己心里面的阴影，结果没想到他记得这个事。第二是，我非常感受到他身为父亲的急迫跟焦急，非常急的。他不能够失去他的孩子，好像我现在说这3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失落一样。他寻找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走丢了。那一天他讲到的时候，他说：“其实那个时候看见我，他是想要朝我奔过来，然后把我抱得高高的，搂在怀里。”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情急之下，就是会给他一个巴掌。但虽然我是不完美的父亲，但天父是完美的。如果有一天你感受到天父的爱，你向他奔跑过来，而他会把你抱得高高的，揉你到他的怀抱里。”有些人说：“你说天父着急吗？天父着急吗？他如果着急，他有做什么事吗？”当然有。天父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用耶稣来换回我们的命，那就好了，不能失落的。如果耶稣是成为天父付的代价，而让我们可以回家，那么我们的价值就是跟耶稣一样，因为你的价值是用耶稣换回来的，在天父的眼中是这样。对于天父来说，他有一个心声，他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或许在我们当中，多数人我们都相信神会寻找，神会领回，神会缠裹，神会医治。但这段经文也同时在邀请着我们，如果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是失丧的，如果我们能够说我就是被逐的，我就是受伤的，我就是有病的，那么你有机会得着这个恩典的应许。不只是知道神会做什么，而是我们也承认我们需要他做，我们非常的需要他。上帝是这样，他的性情是如同今天私会的同工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天父的性情是这样，耶稣成为我们的情人，成为我们的良人，他的性情是这样，就是他会非常的焦急的穿山越岭而来，但是经文却说他在门口窗户那边偷看。我们以为他是痴汉，但其实他是绅士，因为他的性情里面包含着蕴含给你100%的自由，因为对他而言，真爱是100%的交集，跟100%的自由跟宽容。他不能失去你的，他非常焦急的来找你，但是他不会闯进来，而是等你说一个愿意。等你说愿意。有些人会说：“袁姐，你不懂啊，我在的地方天父根本到不了。你知道我遭遇过什么吗？”我或许不知道，但我也遭遇了一些。偶尔我也觉得我可能是刚好被天父忘记的那一个，但圣经不是这样说。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诗篇113篇5到8节。今天最后一段经文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有些人说：“袁姐，你不晓得。我在的地方天父到不了，但圣经说，即使你是在灰尘里，即使你是在粪堆中，他依然可以到你的地方来。而且我的父亲教导我，他不会擅自主张的把你拥入怀，
因为他需要等你一个愿意。当他下到你这里来，很可能他会做这个姿势，而如果你看见了，是否你会说一个愿意，然后奔向天父的怀抱？我的父亲说，他不完美，但天父是完美的。天父会把你抱得高高的，然后拥你入怀。而这一段经文最后一句说，把你放到本国的王子身边，一起坐在一起。如果天父就是天国的统治者，那么天国的王子是谁？我们懂，他的名字叫耶稣。天父的意思是，当他来到你这边穿山越岭而来，他不会闯进来，他等你一个愿意。而你如果愿意朝他的爱奔过来，那么他会把你抱得高高的，与耶稣同坐。而这也是启示录第2章我们读过的经文。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的，我进来，你和他，我和你，你和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中午，我为所有迷失的人祷告。我晓得在我们当中有人，他们不是把你弄丢了而已，也把自己弄丢了。我的主，你有应许，无论我们到哪里去，你都可以找到我们。主啊，或许我们没有力量找回自己，但是你有能力进到我们的处境，能够把我们抱得高高的，与耶稣同坐。哦，主，今天中午赐给我们这说愿意的渴望，说愿意的勇气。只要我们心里面说一句 yes， 那么圣灵你来，充满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享受天父爱的温暖和拥抱。谢谢主，愿我们都回家了，愿我们都在你的爱里得到终极的安全感了。是主，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你永恒不变的爱。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或气馁，我胜利或失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世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火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天旋火地转，经沧海里桑田，
叫我与你爱隔绝。请坐。奉献，请视线的同工。有没有新的朋友？啊？不然起立，我们欢迎新的朋友。好，不然我们请牧师来介绍他的那个师母好了，好。我的孩子跟我一样非常害羞内向，所以他们不会非常的体面的站起来，好像天父真的非常了解我们一样。那特别介绍我的师母在这边，她名字是林芳，那她一直是很体贴我，一直在支持着我。欢迎他们，还有叶石、叶宇、叶盼，孩子们可以起立吗？让大家看看你们，非常害羞。OK。谢谢你们，愿上帝使我们都在他的爱中成长。好，感谢今天叶远杰牧师来我们教会证道。然后我简单的报告，依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学生聚会出席率要2/3以上，今天截止。还有2件喜事。一就是何欣为姐妹的儿子媳妇，喜得女婴，母女均安，愿主赐福。何欣为没有来了啊。还有蔡文珍、李玉金夫妇，儿子媳妇，得男婴，母子平安。恭喜。然后第2季的4月至6月的服事轮值表已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个人的服事项目与日期、时间上若有不方便的，请自行与其他同工交换，并请通知办公室。然后第6个可能是只有那个蔡文珍跟李义金才有机会吧，其他没有满30年吧。我也有机会啊，对啊，对。每周3晚上8点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背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免福。团契消息大家是过目就好然后那个今天的话，下午还有1堂课，2点到5点，希望
邀请大家一起能够参加。至于相当，请大家过目。然后最后是，上会师脚步，然后，因事完请牧师来为我们代祷、祝祷。赐福，天父的孩子啊，今天中午你既然已经听见恩典的邀约，那么愿上帝赐给你勇气和力量，朝着天父的爱奔跑过来。原本你找不着自己，但天父答应，无论你在哪里，他都找得到你。奔跑过来，让他把你抱得高高的，使你与基督同坐席。你和他，他和你，永远在一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